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我们要读启示录14章8到13节的经文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一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，受他名字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天的经文讲到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说的话，指出拜兽和受印记的人会有很严重的恶果，就像喝毒酒一样。他们因为拜兽就要喝神大怒的酒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那些拜兽和兽像的，受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圣经叫我们不要为那些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作恶，就会觉得神怎么都不管一样。其实作恶的人是在喝神大怒的酒，看似喝酒作乐，却是昼夜不得安宁。所以圣徒要忍耐，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。在艰难中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，便是有大福了。这样的人坚守主道到底，至死忠心，死在主里的人是有福的。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，他们息了地上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阿们。